姐姐切嘅葱哦，那关于比较起来哦，马上喊好火制的造这种哦，师傅切他讲，师傅切个，你们主持人哦，俩死咯。这个油葱在爆好的时候，一定要加一点，才会香。那你等一下什么时候要抱好你的老公？啊，随时抱，今天晚上。哎呦，马上到底下行程公主了耶！哇，俩是直听哦，俩不会爱的哦。阿婆，哦，本阿婆水台。阿婆水摊，然后全部不能吃啦。大家都可以吃，大家。水母我做的大专衣服哈哦，刚一讲而是，耶！ 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手機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飛揚樹開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又來到我嘅故鄉苗栗咧，不過咧講真嘅咧，苗栗嘅山上啊，喺講上少嚟講嘅話，其實幾咩動態嘅。多地方哦。對，呀山上地度呢，其實咩係嘅融合嘅有客家人、原住民同好多人，今日來到頭份呀島邊嘅。哎呦，頭份哦，咪客人東多嘅地方哦。頭份呀島邊啊，你知道每一年都會有那個州茶嘅比賽嘛？哈。州茶哦。對，每一年呢，頭份呀島邊很常會得到這製茶冠軍哦。製茶冠軍。所以茶米啊，茶米都有名啊。應該 T 那個 TEA 那個茶哦。對啊，對啊，我會問啊。哦，因為該頭份係丘陵地勢很好多，這個哦。對，所以呢，喺個有幾變化，也許之後老茶米來入菜。係啊。好，但三下來呢就夾夾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。提前呢，先來分享到老愛同年代的李思龍、李師傅分享。各位大家好。還有吼，我孫頭吼，未讓我強榮後生嘅劉謝玲劉師傅。主持人好，大家也好，我係劉謝玲。等下吼，我打開來吼，大家咪請猜想一下，今日我哋指定嘅料理係嘛嘅咯？來看一下。哦，我啲嘅係烏木米。木米。烏木米。這個。還有黏米。黏。好，換這個客家話。這個是番瓜。飯瓜。嘿，不用洗碗了，不用洗碗。好啦，今日要做乜嘅咧？今日我做飯瓜炒米粉。這真的沒有那麼簡單，因為我愛英雄董承啊，第一拜啊去參加那個，你知道一人出一道菜那一個，你知道有些聚會，我就會出一個炒米粉，米粉瓜啷啊，我印象很深。可是我連他煮的米粉全部都懂後。你竟然挑戰炒米粉？對啊，你會嗎？冇，我當然唔會啊。不過我媽媽老我講哦，炒米粉其實係當然哦，因為看米粉啊浸水時候咧唔會哦，跟時間全有差別哦。有哦，對。不過今日嘅等一下來看看啊，哈。冇問題嘅哦。好，今日呢咩係東南店呢？我哋啊主要按用嘅組合哦，係阿婆老孫叫下來到現場分享嘅係幽默阿婆老冠儀妹妹分享。按家族場比賽。係啊，我哋有攬住吼兩排哦，哎呦！就你回來挑戰民主節嘅美麗咯？什麼？為什麼每次他的？有沒有覺得備受壓力？有嗎？備受壓力，寵愛。好啦，掌聲歡迎吳秀生、孫秀蓮。噔噔噔噔噔！哦呦，呢啲係都幸福嘅兩公婆哦。就是很像電影明星的洋娃娃。係啊，一出來就瘋哦。對，真幾黑暗嘅。好，先對我要特別來看戲哦，因為阿婆帶孫叫下來做料理，講真嘅呢，阿婆全部都下當下孫，有本事卡到嘅。有啦。都不卡，我點麼？會煮菜啊？會煮菜啊！真嘅有都會煮。你做哪幾會煮菜？下一個問題就要問，是單身嗎？不要再問這麼俗氣的問題了啦！哎，那你有男朋友嗎？沒有。沒有來現場，沒有來現場。
张太后听听黑某。不是说关于黑正经 CC 开始就天数不卡驻村吗？因为你是老幺嘛，对不对？我只听我问一下哦，该梁讲谱哦，我老英讲哦，记得我们丹强哦，动好表演哦，记得我们丹强喊好动会主菜哦，该造型哦，还会记得做的哦。真的。唔但像安用音，还有吗？记得喊会唱歌跳舞哦。你会唱歌诶吗？会唱埋歌。要唱马狗。会唱埋歌。真的要唱歌。姑娘18一朵花，客家歌。18個姑娘一蕊花，一蕊花。羅妹煮係芙蓉花，芙蓉花。甘做的門你掛肚前窗為馬莎。難為是阿哥，俺有福氣披風房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走吧！还有噔噔噔噔，冲上鼓励一下。没过年啊，没有好了啊，时间唱上。好啦，好，梁平行哦，做得先加分哦，加入滴滴时候没做得哦。好了，好，先加分。好，然后来整理一下班级情绪，然后呢，进入我们的第一关的挑战赛喽。所以来进行比赛。木下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喊聽嘅時間地度，做出自聽嘅菜色。原來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，如果來外教語氣嘅師姐了。而且我們的冠儀妹妹已經練好些哦。還係海菜캠，我會撈最漂亮的梁莎一起比。你要跟我比嗎？做得嗎？有這個榮幸嗎？還是你要跟我們的冠儀妹妹呢？我覺得他們兩個都不是你的對手。真的嗎？謝謝。好，那我跟秀珍。好，你老幾強下哦，哈。好，你 OK 嗎 ？OK 啊。先剪刀石頭布哦，好，加油哦。好來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好來，一家之主愛最強，強冇強？強冇強？你看啦，馬上喊好將啦，馬上喊好因為她太將。美了，折服在她的美哎麗呦，之下。你個目珠哦，千倍半幾十但是接下來你就會折服在她的美麗之下。哎呦，馬上要開始了哈。你不要嚇她哦。好，慢慢的哈。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哎，一家之主愛親強，強冇強？強冇強？不要挑釁 ，OK，我跟你說，你不要忘記一件事，還有阿婆呢，阿婆她做料理的經驗不差呢，1分鐘。冇問題，等下看的是怎麼地哦。你也可是，我們沒差。馬上都開始。先保護你，阿婆呀，你下鐘呀？係啊，係冇？係。我阿婆關於食書姐啊，你講吼，佢是為主菜嚟，係馬莎教嘅啊。真的，幾多歲開始啊？伊總數咗嚟，其實會做啊。你看，幾乖嘅。媽媽阿婆做菜幾不行嘅啦，佢。你看，幾乖嘅，懂。他會來多下啦，看阿婆煮吧。真的，懂有心嘛。關於你最好是阿婆煮嘅馬嘅菜。蜜蜂肉。哦，阿婆還沒好吃空肉，我也超愛吃阿婆啊！你把營養不卡吃飯好冇？得實好好。好，得做呢就講我去阿婆講肉。阿婆還沒有吃啊，阿婆飽中誒嘛。係啊。喂。啊，阿婆做吹飽嘛。喂。阿婆啊，今年過年營養不卡吃。好。哇。等一下，你就讓你爸爸媽媽講嘛。翻譯。過年有好幾。哎呦，時間咯。時間到了。8、7、6。好 ，OK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要亮頭嘞。阿婆，等一下你先抽燈呢休息1分鐘，好冇？好。來，我幫你弄，你坐一下，我過去那邊。好。因為他們那邊太弱了，我去幫他們加油。好。最問一個問題哈。你抽一下。明珠姐姐切嘅蔥哦，然後關於比較起來哦，馬上喊好火就不要製造這種衝哦，師傅切他講。師傅切個。你咪主持你哦，倆死咯。我是獅字輩的。師傅搶一改片。感謝。搶頭。師傅像師傅過來咧。你趕快去救你們自己。佢全白好咧哦。白好咧。哎呦，你個算就安泰咯。而切片，他嚟切嗎？切片。切片哈。係。好。咩安陽？哎呦，唔係安陽哦，有乜切？切啦，安陽。不bằng切啦。安陽係麼？黑拿包。哦，2枚。好。你們在家裡面真給我
开火煮饭吗？我懂讲的呀。我骂啥煮卡多？哎爱懂也爱阿脸啊，哪里？要認真哦，其實佢未會煮哦。这应该為什麼？因為哈，干做嘛唔煮？因為要睇師傅啲呀，佢喺總係講佢做親好，挨咩因為挨做親好。切切咯。但係啊，對付卡要尊重佢，也一家之主。哦，俺們要煮，佢冇菜式，俺就變太師傅啦。很和哎谐啦。哦，煮嘛愛用切，誒，我唔知呢，你做得夠矮啊？愛用切張會香。這個油蔥在爆好的時候，一定要加一點，才會香那你等一下什麼時候要抱好你的老公？啊！隨時爆，今天晚上。哎呦，哪想到佢係行程公主來咧？我媽媽講哦，該米粉哦，浸水嘅時間咪就差咯。命都樣咧就冇真踢給我團哦，團。你看哦哈。嘿，命徒弟。味道跟你的頭髮一樣暈，應該是做對的，係麼？煮嘛愛用切，誒，我唔知呢，你做得夠矮啊？愛用切張會香。你吃切吼，吃切就唔會香。該切面，你看，該切面係圓圓甜，還有麼？ 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這時間你用啥做的？向下做，計時1分鐘哦。向下做。計時。一兩三，一兩三。搶，開始。開始。壽生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啊！先打。壽生哥，你趕快幫忙做。你不能一直欣賞你老婆呢哈。嘿，你阿妹要補下哦，你愛比賽呢哦。都補下哦，給他不用哦，煮出來的時間他就在旁邊欣賞。哎呦，哎這樣哦。對，真的，關得出來。對呀，哈。哦，應該切香菇了哦。你切嘛？到上面哦。幾會切咯？ 7、我當然未會啊。 6、 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我要過去咯，我要去找我阿婆。這個這個。阿婆搶開始，做得開始咧，做得開始。哇，關於呢度切香菇呢哦。好好欣賞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呦你看看他的切工，看看他拿刀子的方式，還自己用刀的匕首來，師傅請跟我們兩個有幾個咯，要去嘅咯。如何？有厲害，咁優秀。你是聽係搶食食飯哦，對不對？一開始先先吃水飯，對不對？按拐的聲音。哇，看一下阿婆切的鳳蟲頭好不好？哎，真緊凍好呢。那你剛才切的。現打一百份好嗎？好。阿婆，你們阿婆，你們想養呀想熟啊？沒問題啦。你以後我們現在已經越來越多參賽者要來數了。哦，專門來數的哦。真的啊，你們個獎品挺好的呀。好誒。阿婆，趕緊繼續做，我先過嚟看阿婆出過來了。等下找我看你哦。妹妹，這個大家可以轉小一點，6是最大，6是最大。好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。是巴黎姑娘。完成了。哇，壽生哥，該蔥兒係你自家切的哦。這個蔥是不規則的形狀嗎？切到當油呢。嘿，肉。干跳的，哦。也是。要深年的功夫，他家天是很做的，做他上忙的，做有信用，他家是得当好事，公爱惜，有啦。他們功法就是說唱藝術，你比不得。正經哦，我坦白來講哦，其實我倆是做的休息日把主持棒忘記掉。謝謝，去洗碗的部分。洗碗啦，總得啦。這個是客家菜最美味的。220度太高了。這個油蔥在爆好的時候，一定要加一點調油，才會香。好的，真的。那你等一下什麼時候要抱好你的老公？啊，隨時抱，今天晚上。哎呦，哪想到佢係行程公主來咧？對，行程。好，等下再看。拜拜。阿婆。哎。哇，這個劈得好香哦！咁講我上半日下先會用我一開始講哦，我媽媽想講，我媽媽講哦，該米粉哦浸水嘅時間咪就差咯。要。我冇真係叫我。唔好阿婆啊！誒阿婆，該浸水要浸幾久？你命都樣咧就冇真踢叫我團團。咩看啊哈？嘿，命徒弟。
係咩做？哎咩咩做？唔得同現場叫。木挺硬啦，挺硬後才會摸到跟你的頭髮一樣圓，應該是做對的，係嗎？你意思說阿婆是米粉頭了？唔係，因為佢哇曬得安醬呢，哦，看得好餓哦。你吃一下，來吃一挺用。跟你黑 T 拜送天師黑嗎？對，真的。你完全看不出來我緊張呢。對呀，他一拜有向會往電視圈發展。係啊，啊，那拜過後，委婉的拒絕我，委婉的就少一個對手這樣。對，不回應再扣錢。他頭頂好一摸出來啊，摸死哈，那個客家妹要換人了。真的。就不滿意。好了，我阿看婆加油，哈那。最尊重懂哦哈，他最重要。係得啦。哎呀，好，謝謝。加油加油！哦，那邊用嚟炒料你。米粉變阿姨了哦。我同阿哦，當家哇，好像不錯耶。該飯掛哈，有弄得安用狗狗安用俺最好食的哦。人家可是杜思瑤哎。哇，好香啊！你啲豬狗你頭才半年老公食過嗎？冇咧，冇有，哎呦，等一下第一口就聽我半年老公食，給你們表現一下。他係不愛食。 OK，本意思，來，對啊，你是說哪個音？只有兩個音哦。對吧？嚇死我。妹，對等一下不要，最後陷入這個那個慌回家被踢下床的會換人。對啊，你要去他們家當一家之主嗎？對，到我們家來煮一餐飯。哦，真的不要，真的不要。會真 healthy，的，你會 healthy，他會叫，他會叫，待會那個消防隊會很忙呢。我們可以叫人家來做菜的啊，做那個像那外國的那個。哦，馬莎來煮對啊，菜。買沙拉又煮菜啊。哦，其實是馬上來洗碗呐，誒，食完做得啦。洗碗走。愛。哦，你要好了好了，是不是？你的演習業呢？你的演習業呢？等一下，唔散到哦。好，你當不用當狗，下澎湃啲啦，看到不用澎湃啲那創呢？要不用蛋狗呢個啦，不用咧，他叫不用蛋狗啦。不用蛋。好，那這樣子的話，我得要去。你們現在最後一步了嘛？哈，就然後公益坤的哦。要起過跟木頭，啊，你冇起過？我吃過。哎呦，我還是相信我阿婆的味道。你看下阿婆。我愛相信你哦，你又不愛相信我哦。摸門牌，阿婆愛問你哦，因為愛改片哦，改下改飯掛哦，就炒到改果果哦，融入進去哦。你等一下不安用還係摸強咯？沒有，我因為們沒有。冇熟啦，要熟嘅啦，哎呀，就會。飯乾熟嘅啊，飯掛熟嘅，熟嘅。要用整熟所以嘅。摸清楚就聽我嘅果果安用。你要種飯掛係凍 Q 嘅飯掛，動物色，嘿，很凍甜物色，很甜阿婆也很中嘅飯瓜，綿綿嘅。是阿婆中嘅飯瓜。係啊，你自己阿婆種的哦。中嘅飯瓜，掌聲鼓勵一下。我夾盤，他打盆，阿婆還有乜嘅人中啊？蟲嘅茶中嘅，哦，從來沒食過。蟲嘅茶中，蟲嘅茶中嘅，胡椒粉放進去。胡椒粉也是哦。胡椒粉這個做誒。阿婆都看到都這樣飛阿婆講乜該都對，已經掉了。對，以後我們就只要年滿80歲， 28年次以上哎，全的尊敬。全部都是對直接頒發3000塊獎金的。哎呦，那預算不夠哦。哎，我們快好了，試一下米頭，你就不用那個愛心嗎？走開。來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就吃吃困啊，都在啲管底度，奈布卡米西卡後生嘞。哇，好的，哎呀，看那起來的時間，看起來唔錯，那個較像女生。我感覺吼，真係看起來就已經不一樣了。不過我兩片很會相識，因為我很好喜歡那個果果嘅感覺啦因為你。是阿蓮做的，秀蓮做的。哦，對。哎呦，佢真關係哦，哎呦，我真轉去。瘦身哥，你有看過他的表情嗎？哎呦，考慮過你的心情。唔管啦，等一下，還忙些，等一下去了再來親，好不好？先來吃我們的。我天哪，哎，阿婆，你要蜜蜂會跳舞呢？馬上去跳舞，來瘦身哥為跳舞。天哪！你周威冰還超過我想象的好。Thank you。它的米粉真的
那这要真的就是很爱细细的哈嘎米，阿婆，你的米粉会短悠悠呢。真的很好吃，赶快叫阿婆。你要感觉咧，你要煮来用饭咧。廣東講嚇，係一攞啲壓數嚇，而家飯館嚇當好些啦，因為按人都好有熟嚇，按食得再度有感覺嚇，人喺整，人喺冇中央嘅飯館整飯，但係阿婆功力不錯，他的飯館味道哇，這我要同意的。太谦虚阿了啦。婆的功力很棒啊，你的私力应该也不错，大家都喜歡，好冇？對，食下來，嘿，食下來，食下來，快來。来，唔是下雨哦，唔是下雨哦。摸下去。你翻瓜哈，你弄得比较吹的比较烂一点，所以就有这种，就像要做那个。你是说南瓜浓汤那样子？对对对，像南瓜浓汤那样。因為嗰米粉哦，食起來要飯瓜嘅香。萬姨吃到嘞，冬面，冬后吃。好，那時間呢就先搶你的李師傅搶分數。哦，還有劉師傅搶分數。哦，真經常係解下呢個講哦，很難評個。你感覺咧會做乜嘅讓那個實至名歸哈？啊，老實話講，你啊兩樣攏都有特色，尤其真的難，這真的米絲攏當好，兩盤攏十分好。老實話講，啊以炒米粉來講嘅話，以客家炒米粉來講嘅話，葉片較入面。但是人見面唔係客家炒米粉，人見面係飯瓜炒米粉，所以嘅飯瓜葉片做出嚟一片飯瓜呢叫打成泥。叫黏米都有米粉底杯，所以我見面我會先要冷吹起而邊，一飯瓜要真正黏米都有米粉底杯。有道理。好。嗰個劉師傅感覺咧，我做乜會判風水樣呢？因為比賽。阿婆最大。唔係，比賽嘅菜做唔得上，咁家下嘅圈菜香菜嘅時候呢，你要鑊頭來下，就放上去。就係正確嘅，因為你咪煮得當好，客家米是係你在下樣哦，下樣面哦，啊你咧就差到係上啦。好，那麼兩關來講嘅話呢，就係 Andy 嘅1-1，大家先休息下，大家看一下你劉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。最期待嘅劉師傅，今日又帶了乜嘅4個菜，讓大家的廚藝可以再 upgrade 呢？來，今日廚師帶了乜嘅料理？海味南瓜濃湯。海米嘅南瓜濃湯。痛啊！我們第一代。嘿啊，第一代你還是芥末做在做湯誒。哇！馬上來講一下，今日幾天又準備嘅食材。飯瓜正熟，兩線正熟，兩佐料。它是贈送的，不是你自己買的。贈送來啦，贈送。哦，好，兩佐料，兩係發雞，兩蝦公，兩嘛鮮奶，兩米粉係。之前我做係用米氣木鋪帶，好，兩係芝麻，唔係。黑胡椒粒，不是螞蟻的屍體哦。沒，黑胡椒粒。而且佢上面沒有用牙出來打，東後嘅成績都比賽動作。錯。哎呦，馬上來看一下。馬上來。好，我來先撈蝦公，我處理一下哈。還沒有我切發。嘿，錯。哎呦，我最好看你切發嘅時節咯。來，會讓我小鹿亂撞哦。你要切發哦，安尼。我來打幫切。哦。撈蝦公，可能要把它筋先切。不是，哦，不是筋的問題。對。也煮開了的時間就完了。對，這樣子。哦，該蝦公用慢處理。可以。哎呦，你剝蝦公沒凍夾呢？嘿。哦呦，凍嗆梨呢？太快了。哦，該係我不會先切一條。哇，變成一個零。哎，很像嘴唇。對，要做得扁轉來。哎呦，啊，就是這樣扁轉了，我學到了。阿婆，你用處理過蝦公嗎？做得安尼扁轉來。阿婆看一下阿婆。阿婆沒會呢。蝦公切太快來扁轉來，一隻絲呢？還要轉過去呢。你挑那係溜的呢，怕就正蝦公做得。你飯瓜撈鮮奶，哈，等下係窮下。醃果汁機打，我哋要打好誒。哦。只要南瓜、鮮奶
坚果南瓜组吼，无甜度，唔是勾芡，做得唔是勾芡，你爱先同一啲啲米粉入来，好，通米粉哦，看清同米粉楚哦。，米粉香會同啊，咩要浸過水咧？要浸過水咧，滾滾嘅水嚟淥一下，碌咗碌一下，哦，淥一下，淥一下，下羊啦。香油啦，等下煮唔會嘅種咧。讓你嘅口那麼強人。哇！你先，你先住聽哦，你不會嗌你哦。阿婆，哦，搬阿婆，阿婆水台。阿婆水攤，阿婆全部本色啦。大家都可以吃，大家吃。全部我做啲大轉衣服客哦，隔音整嚟食。同發起，我唔是搬去上課了喲。不是啦，你就按那邊通通一下就好誒。哇！開晒啲東西中嚟燙醬唔是滾嘅是只糖哦。做唔得因為佢。唔燙咩？你啱用泡嘅，手去煎就做得了。用你看到發咧，發咗出來了哈。嘿，18姑娘一枝花，哎呦，你熟嘅，你熟了。因為這個冇標到煮就咩？有變到拍色就好。佢當家就熟嘅，開晒啲東西當家就熟嘅，裝就煮掉。你通阿公的部下鍋，分。咩係住下時候咧吼？嘿，一下全部一下，哦，看佢變色咯。嘿，一啲啲色了，當腳啦，即係下不要凍結。一見過就燒啊燒就好了。米粉先鋪底，鋪底。哦，同樣的意思，係米奇夢沒做得鋪底要不，要短一點筷子？哎，米奇木，還有板條切悠悠沒做得哦。做得好。哎，其實做得做動作變化呢。米奇夢啊，好，要給鋪底。哦，你點解是這我們聽說哦？唔係了好咧，哦，基本上跟咩對哇，每一杯裡面還有一個發雞老下公哦。啊，係你煎一下下嘅哈。好，對哦，你還會做嘛？煮加下南瓜飯瓜，煮牛奶，牛腩，牛奶，煮比熟，滾啊，煮比滾。哇，我喜歡喝哎。打完果汁是起家本表下去，不離滾之後咧。拉電落唔好結，挑一下面，拉電落唔好定下乜結啊？滾嚟滾嚟滾嚟，我攞兩병落去，哎，香菜咯，圈菜啊哈。병一啲落去。你要不要放這裡？哎，劉師傅這個拿走，我完全冇想過吼，哎，該飯掛濃湯哦，咱做得變圈菜撈香菜呢。好香。係啊，好，關掉。唔可以而家都得。唔係，讓병一啲。你用辦上多，按用 cross over 啊。这个这样要煮客家米線啊，先你有，你不會燙嗎？哎，夜客家將會哎。这像意大利的哇！我幫你弄。意大利美食，痛吃莫水料。好哎，哇！你先住聽哦，你不會嗌你哦。阿婆，哦，搬阿婆水台。阿婆水攤，阿婆全部本色啦。大家都可以吃，大家吃。水會長得不用點滴哈，做得點好快綴。來，我們端起來讓大家看好不好？哇！那有本太可以看，安永就好食嘞。哇，快點來經驗當好食咧！東上會是。阿婆，我講，你阿後上癮吼，比賽嘅時誒，像學習師傅安用吼，一定要安用有唔係變到煲嘅地度，還有變到呀茶對，皮嘅地度，這樣就可以吃哈。安用就較醬，對，他講哈。較醬啊還有，還有國際料理啊，麥不是甜豆，一滴滴啊，很精你緻。想什麼？精緻，想什麼？你想啊，是咯。好，OK，等一下，無論阿婆就讓吃誒，阿婆就讓他的太感肉數全走在先，好嗎？真的好，走得我們先答應阿婆。好，好，那冠儀就不一定了。團隊題目哦，團隊題目好，哦，先講題目。好，我先講題目，搶滿南瓜減命誒，要按怎麼解咧？我睇隻誒黃鋪飯瓜，東上會是的。答對了，答對了。寶瓜，嚇，因為我跟瓜，題目好挺簡單誒，的。挺簡單嘅。好，馬上會搞。好，馬上會搞。那印象就應該就是得到了。好，妹，而且搞剪刀石頭布。阿婆，而且阿婆兩件搞剪刀石頭布嘛。好阿婆 OK，好來，兩件我先站一步。
抓住那个好 tempo 傻哦，来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阿婆养嘞，阿婆你全王哎，你看阿婆的笑容哦，很厉害哎呦，很自然哦。阿婆你睇乜噶？你睇乜噶？ A 行係 B， B 乜噶？是那個總的改變木田哦。狀，木田狀。 A 係乜噶確定哦， ？A 係乜噶？番瓜，哦，飯瓜，係總的改咧哦。總的改了哦。好，誒，眼尾上 A，好啦，眼上 B 啦，眼正確答案係 A。飯瓜翁鋪1米1000呢嘅絲台，冇按多好食。翁鋪總當到，大家應用翁鋪咧做嘅主食嚟包。哦，主食嚟包就按到飯瓜。了解，耶你耶！完全唔想係唐劉師傅講嘅，你是想講做啲事嚟嘅。來，期待而是。講一下，講一阿下。婆用吧。我還蠻太香哦。阿婆讓我羨慕一下。好吃。哦，好吃，聽起來不羨慕。我覺得好，一個飯瓜牛頭，真係煮到安尼。比上嘅牛飯瓜又甜又嫩又香，可是我覺得最後面畫龍點睛的是加一個香菜，一個演習耶。畫龍點睛不說呢有提前演習講後生，又有客家米頭啊。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吃。阿婆講真對吼，那過年的時候做豬牙春啊。哎呦，哎，你看啦，記到指定料理了。真嘅講真對，謝謝你嘅劉師傅，阿後生等下慢慢食。不過呢，阿婆。第下水杯米環境仲有來了，因為剛下南吹到風吹1-1，清杯米嘅一罐都帶很用嘅咧，等下水就來進行第3關嘅比賽了。愛係開族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混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，水妹嘅關嘅吼，我馬上吼，記到很搶啲哦，地圖係馬沙馬嘅吼。係呀。我吼挑粉哦，講到挑粉，跟農會最常推廣嘅馬嘅東西地嗎？我覺得蠻難的，誒，因為每一盤一題。哎呦，見到沒有？看一下係咩？哎呦，真嘅！五天味啊，我要五天味。哎，這個五天味呀，懂真的喂，因為讓他太敢吃東西啊，是都看你知道素食主義，不說這個冇按空間，讓他呢頭份農費就鼓勵大家多多重要嘅五天味，包括呢直接攞去蒸熟來食，非常黑豆醬油也是用黑豆做的啊，非常黑豆，要整點五天味，過後五天味水可以去水腫的部分。哎呦，你怎麼知道我是水腫？那真經要凍推呢？哦，好。我你啊五頭吼，安醬吼，冇可能去加血的吼，因為李師傅會做乜嘅料理？用夾筷子夾。哦，比賽馬上加咧，很好夾。今日我來做一下五體位蘿蔔乾搞小拍。你啊撈蘿蔔乾撈小胖，嘿，哎呦，那等下用慢走。好，那等下你該不會是給我們生的五天味吧我呀五體位已經有處理好嘅， ？OK，已經有煮過煮4點鐘熟啦。有煮誒熟熟嘅，在出題之前，先攏要講一題一定要答。要講出來，因為要懂重要，因為要講，因為要用出來當冇做。你要廚師幫忙叫聲沒有，照你來講，我樣面較大。所以阿婆趕快猜拳啦，所以已經喺賽前賽啦。哎呦，90秒凍蟲了哦，啊，直接拿走來。我們先出題目，先出題目哈。好，來，然後就出題目啊。這個拿緊一點。係啊，乜嘅平生嘅人冇適合食五體位。A 忙A 慢性的野味片 ，B 三高患者。三高哦，來，忙，我養件。剪多少條毛線？阿婆拳王，阿婆拳王。你加住我。好來，佢90秒凍上， 1、2、3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先 give me 5，阿婆唔先怕 give me 5，耶！好，咁我答對，來，我而且答對。聽眾答對。 A 喊係 B，五天哈，我是他們設的年哈。應該係咪係看過咧？慢性也唔好年啦，慢性野味片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他腰子不好的，在吃補的東西，不是很危險嗎？他不需要這樣調理身體是吧？講
也有唔好年冇师傅睇啦，我做这个中国的机啦。哎，利用沙圈口蜜的哦。哎，懂做得好那你，就只能先太强了看了哈。对，好来唱古木大门，怎么样？张伯谦、周伟妈事情，哎，你的面包也太夸张了吧？对啊，你的面包怎么会按钮啊？它有不一样的造型吧？对啊，造型这谁切的？造型，见习一下，看一下我切的好不好？哎，蚕豆啦，我看清楚，你切到冻笋呢。怎么该做的切的按强力，就是因为我切的因。为我的人就是很干净利落啊。哎呀妹妹，你的好来唱古木大门，答案係 A。伊呢也有體位呢有豐富的鉀離子，誒慢性野味偏熱，迄只只說法會增加野味的負擔。哎，今天呢，哇发炎指数瘦身跟难怪做的瘦身，因为食嘅东西更健康。对，哎呦，海鲜呢，救生命！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發現呢，我發現呢，拜拜。阿婆唔怕唔怕，啷講？人嗌啷講？嗌都有到 V 嘅節目當中年年都好，就算佢冇聽數，叫佢攞嘴巴幫忙，叫佢哦，嘴巴幫忙。對，好啦好，聽下來啲，我們現在水了比賽咯，走走走。唔怕唔怕唔怕，阿婆唔是小李嗬，嗌搖嗌吹黑毛，，OK。今天的哦，而且平常按，對，嗌切泡嘅啦，好冇？好嘅答案就是好按叫，哦，對，較太太對嘅答案，人個料嘅表上因為較食。我想要這樣子。嘿，搓按搓按搓，好，我跟你慢慢切，然後你哎你嘅薄切，看薄切，哎，你看薄做切捞東樣嘅，捞開嘛？撈開東樣嘅。哦好，薄切，把位你都切到綿綿的樣的啦。哎呦，把位都切到綿綿，哎，做唔得，做唔得，薄切切。哦，一檔冇切啦。每一机也多了，这样又太厚有专业的机也多多，味啦，专可以做面包。但是民族嗰邊切凍漿啊，嗯，中央的都會切凍漿哦誒。，哎呦，做得吼，走的走的，我有完全找機的哦，向西地等我料嘅表上一檔冇表啊。嘿切裂吼，誒，哦，碎丁了，切細粒嘅，剩40秒哦，切而家切較細粒吼，等人嘅麵包當個料就較好切越小表。越好。跳太粒等人會見跌，吼，哎呦，安尼較冇切，我先切一你來切地，一地，先切一塊地，對塊，錯，對塊。再切只切長條誒，蔥條切切咧，就好切。再來切粒嘅，嘿，安尼就好看。 8、然後條切咧一啲咧， 6、馬仔， 5、哎呦，哎呦，做得好， 4、哎呦，做得好， 3、走的走的走2、的， 1，時間到，時間到了，揾第二棒，第二棒，第二棒。哎呦，做得冇，这么手袋手袋。漂亮的刀工，不是全部切太切辣用住哈。誒切辣用就做不是得，全部切太切辣用住。放你了，等一下是日烧，切嘛个，切丁啊，中央啊，切丁啊，跟洋葱没有切丁，全部会切丁啊。好，用切辣到用切粒，住哦。怎么樣？張伯謙、周偉媽事情，哎，你的面包也太誇張了吧？對啊，你的面包怎麼會按鈕啊？它有不一樣的造型吧對？啊，造型這誰切的？造型，當然就是張伯謙啊。我改下就讓伊講，我會本記得嘛。誒跳太粒等我當目標哦，好，走嘍。你看過嚟嘅咩？見習一下，看一下我切的好不好？好好然後一看，結果亂切咧，叫佢來，你 healthy，看一下幾位餃子？六大順的部分。哎，蚕豆啦，我看清楚，你切到凍筍呢。係啊，誒，不過我正經講，我個蓉哦，差不多，不過該切面它真的比較整齊，夠挨一下。因為你這樣做的標愛豆東西啊你給它方面放啊。我講怎麼該做的切的按強力，就是因為我切的因。為我的人就是很乾淨利落啊。哎呀，妹妹，你的番茄不用對開，你就直接切片。張媽媽她在怪你。它是鋪底的，所以你照這個麵包大小對切。，他等下他吃只不用到面包當所以6片就好了，6片就好了。哈。对，好的，阿婆，等一下，問妹妹否？妹妹，讓我來先口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幫你拿高高，你一隻手。我來先，我來先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阿婆，你還忙輪到你啊，還忙輪到你。阿婆，來，我幫你按摩，來，等你伺候一下。阿婆聽緊狀那個面包的生意，我同家都出貨啦。廣告出不來嗎？不要太那個。好，那沒關係，我們這樣小火。你要加菇後了，好，我們要過去了。菇後了過了，而且知道我們步驟了哈。等一下，你還忙學到呢？
因为该下总不是就讲哦，该系造造诶。不是，你想看看，你这个面包，你等一下难道要夹进去吗？料的部分，你切这样，它整个只是溜滑梯面哎。唔怕，我们拿的时候拿稳一点是好的。所以有是非常考验哦，拿的人的功力哦。对，你救他一下。阿莲姐，莫个叫啦，倒转你要看日开始，几浪来讲呢哦。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好，我们寿生哥换你了。来，反应了。第三棒，反应。关掉，把它关掉。它太烫了啦，我建议你先关掉，因为不会出口来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先过来。先过来看一下。好 ，OK， 阿婆拉拉。那风嘞。其实我爱发现到，爱对有个寿生哥哦，他的声音很大声哎。要叫我们过去的。他是不是觉得你鼓阿婆鼓弹用鼓可是我想要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厨师帮我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，等一下，你要想好你的步骤。现在放，帮哪个点？然后要分给处理。想好我的步骤，压力很大。你先挑咪挑后来啦。咪西的先让挑。好，先 Q 先 Q。这样，阿婆你，我们换个位置，对，先站过来，那我出风来。阿婆你说，等一下，厨师帮我。阿婆你跟厨师帮我。厨师帮我。计时开始。还有这个去死粉的部分哦。哎呀，寿生哥。童老养。哎呦，是过了10秒吗？哦，好，吓死我，我以为只剩10秒。等下，粉的部分，他老刚刚有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去死粉帮我抓一个料。全部下。停嘞。拉一拉吗？好，阿婆反应。阿婆继续拉。这太刺激了。请问怎么拉？然后呢？慢慢注意咪了就可以，莫注重叫啊，咪就好，负责分析。现在吃一下咪西口鱼就对了。拉，唔怕，先不阿婆啦，先不阿婆。你等一下，因为妹妹她吃下咪西，寿生哥已经剁，还买枸杞了哦。去死会焦掉，所以你要赶快把阿婆关火。等一下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阿婆加油哦，加油。等下就可以关火了。一下子就要关了，我先关小一点。先关。来。哎，等一下，面包。因为用90秒吗？啊，90秒。嘿，厨师帮我，几走得让你停手。来，好。厨师来。站好。来，唔会打上来这个时间哦。你讲，你用特别的方式讲。好，秘招哈，最后几秒决战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头馒头真的不要捞起来吗？都没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还有刚刚。他已经下去了。哎呦，唔怕。还去救。哎，全不易嘞哦，最尾个结果全系易做嘞哦。哦，喊住马干，喊住。给。还面包。气死！哎，那是什么？哦，美乃滋排泄。美乃滋是最后那个面包。美乃滋记得在番茄，对，阿婆对。哦，该不易饼哦，该气死粉。那个气死粉还蛮表。妈妈，注意帮你。30秒。最后再来，那还好。先挑就好。但这个已经好了，对。等下你面包，上面要切番茄，用一堆土豆豆，各位沙拉挤上去，要料不用上面，你就做对了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哦，我关火哦，就关火了。关了。哦，喊我做埋个，阿个美乃滋挤上去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先过去了。然后这个料再上去就可以了。美乃滋记得挤哦。挤了呀，下面。因为你挤在上面，它比较好粘的。OK。哎，对。好，来。好。你们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来，孙女，有孙女。厉害。来，我们现在剩下整形，我们有非常多时间可以整形，但是料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点？对，我感觉美乃滋昨天喊好多一点。美乃滋较多一起洗的，每个面包打我跳蚤。对，是阿婆，不是给侬养面动态呀？养面动态。你刚好吼，切个恰，给全部给夹个面包，然后给溜滑梯去用啊。溜滑梯。现在管爷爸爸妈妈冇带俺去吃西餐厅啦。记得要先揉美乃滋，因为讲给跳蚤。走，6、5、
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等下就来吃吃看那都带你下管地度，那主张系你嘅太重普嘞。其实做大厨料理啊，也破解了我一些吃西餐的密码。演了下永州，好，等下先来定下要 W 开始吃好吗？好，冇问题。大家来吃看看哦。来。好好吃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。哎，寿生哥，你不用挡在老婆后面。你敢过嘞？你觉得好不好吃 OK 的。 OK。有什么特色？嘿。老外也会喜欢吃这种东西。对。哦，有哦。而且呀，就别老要他改念书了，配管不用漏气然后。好，要不你来试来。好。这个更有味道。阿婆你会。这个好吃多。阿婆吃好吃。哟，重不看？是啊，严重。很好吃啊。对，很好吃。只不过又有头妈的哦，这种感觉。有那个酸米啊，带一些老皮干的小米。啊，又有个气势啊，跟小米刚好。炒稍微久了一点，那个番茄的味道哈，就全部出来。好。要时间呢？有一些难评哦，而且呢，本李师傅抢本分数。你下系两比这了，我看刘师傅抢本分数。给阿婆一个交代。交代，文具用品。抱歉这里哈。好了，来先公平一下，公平李师傅，你讲嘞？所以优片上也风吹那边哈做了10分钟，有抢四川，但是佢设计的嘅米线呢，冇中式也冇西式的感觉，就看冇按融合啦。左边那边呢都是那个冇按加，但是呢，佢有老皮干的小米，又有人家四川70分的米线，也就个头妈都的酸米，又炒出来，又撞落去。一幾隻感覺都要出來，所以我會選人家南吹一邊。什麼呢？不過劉師傅咧，劉師傅咁講，我會咁講咪係哦，醬汁係其次，而米絲好。你要試起來米絲，昨天問阿婆，阿婆未吃到你米絲凍㗎。好，你問一下。阿婆，聽冇？你米絲有較重，較乾米，好，然後個米絲有較淡米絲絲咧，好，有鹹啲咧。好，嘿，錯。好，今日嘅結果呢，就係啊嘅南吹得到嘅3分，鳳吹得到1分，故數今日你得到加菜，今日係恭喜南吹得到加菜金3000票。哇，恭喜！三下來呢，我也到位嘅。得到呀嘅係韓國嘅翡翠炒鍋。阿婆，公應該是這位拿出來的主哦。恭喜！哦，今日真經當歡喜啦吼！該兩公婆吼，都愛節目吼，就唱歌，還就跳舞，還就做安好些嘅東西，應參加心情係嘛嘅。哎呦，你也是講唔得咧，要3000元啦，俺比阿全部算硬嘅。不是啊，2000哦，不那個洗碗工。兩公婆做得做安可愛安定影下來到你個節目，真經動，你們係愛到嘅福氣啦。真嘅係，謝謝。然後比賽心情，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很高興，當香啦。大家都按講嘅，對呢度美食啊，都當我當拿手啦，哈。其實我講人家唔會做菜啦。當好講嘅米粉，當好啊。已經當好些啦。而且人講有咩當時，啱啱講有人有下身咧。關人，然後就亂他吧。好帥的，耶！謝謝。好，睇時間咧，其實來到節目當中啊，正經咗親情咧就表現自己隨情，不管咧你係做菜啊，或者係講像我唱歌啊，都有特別嘅要好，交流又要好學習，行間咧要做都有特別嘅得到啱好嘅獎品獎金。
一家之主叫人报名哦。系啊，所以假使哦，你对主菜哦非常有信心，假使你对主菜哦非常有兴趣，假使你想来到节目当中吼表现你条嘅竹顺清，还系晒恩爱，请做推来报名参加哦。梦超，感恩你一家之主，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